咱家己的故事吼，咱做来记得。至圣的上帝，阮做主持伫你的圣殿，阮真欢喜。今仔日是母亲节，对阮的教会也对社会来讲，这是一个真特别的节期。伊毋是干那庆祝，更加要紧，就是对阮内底唤起阮对老母温情的感恩。主啊，恳求主你祝福阮所有在座这姊妹，是属于因的日子。主求你加添因你的稳定伫因的人生的中间。主啊，将这个幸福的、这种甘甜的滋味、满足的喜乐，就享受每一个阮的姊妹，通过因，互因的家庭也大大受到祝福。所以今仔日，我嘛担当主角的角色，就是祭司。阮有敬拜赞美的领诗，阮嘛有圣歌队的献诗，阮嘛有见证，阮嘛有读圣经。整个的礼拜，主啊，就是甲你同行。阮的姊妹伫一年一摆，用这个妇女的主日来表明对教会来表明一个妇女伫教会内底角色的重要。求天父上帝赏赐对天灵来的恩惠。互因真做一个有芳气的老母，就是亲像果子成熟了后，迄个果子自然而然就会有真清芳、有真特别的香味。每一个姊妹拢是一个特别的人。求天父上帝你会圣神祝福今仔日的礼拜，互因所念的诗歌、所共读的圣经、所发出的见证，主要会当互侪人来得到祝福。完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敬交伫你的手，祈祷我家所的圣名，阿门。
平安。上帝爱咱来亲近伊，阿门。用咱的全心全灵来敬拜他。今日在开车来到教会时阵，有一只鸽子从我的前面飞过去了。我知道那是一个记号，神说他要降下圣灵与我们同在。我甲我的主要来和善耶和华。上耶和华，敬拜咱的上帝，而且是竭力的来敬拜他。他的出现如晨光，如耕耘，又如同春雨。伊要赐下伊的恩典甲祝福给咱的生命中。咱该来做，我们来服侍耶和华。心意可以来一传，伊是阮的主，独一的上帝，全经已经拜了耶和华，伊推天落雨水，管地土地，伊予地有出产，想属我绵牛。无论啥款境遇，都我可以。我甲我的主好善呀，用三个来讲。我甲我的主好善呀和华，吹主的心意，予伊来引传。伊是阮的主，独一的上帝。无论什么款的境遇，我拢爱独来，我可以。伊是我生命的主，是独一的主。雨水从天而降，并不返回，要滋润地土，让它发芽，能够结实。耶和华讲，我的意念不是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要成就他的美善，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感谢耶稣，愿上帝启明我，让我快跑来跟随主。愿上帝的名在咱的中间最大，咱要来高举上帝的名。主，我何等渴慕！主爱我何等渴慕，得记你主爱的怀抱，来思想你的话，甲你
主，阮以爱性格来敬拜你。主，阮知影阮的生命一切拢在于你。主耶稣，你把生命跟金钱的事，你教导我们，让我们一生行在你的祝福恩典的道路。主啊，单单要敬拜你，愿你来充满我。主，你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你就在我们的会中。圣灵要降临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星星降临来，充满我的心，我渴望来亲近你，更加明白你。星星降临来，星星降临来。星星降临来。
出黑暗入光明的主，除了你以外，无阮所以爱。愿你启明我们快跑跟随主。主耶稣，愿听你，愿阮一生听你荣耀你，愿阮甲阮的家，愿阮的教会高举你的名。主，互阮的祈祷如同馨香的祭，在你的面前蒙你悦纳。主耶稣，感谢你听阮，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有美好的恩典。你借着我们要荣耀你的名。主，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耶稣，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主耶稣，有那个宝贝在我们的心中，在那个瓦器里面，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来知道说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眷选我们成为你儿女，愿你救赎我们，让我们靠主得胜。我们所顾念的不是在眼前，我们顾念的是永生的盼望。主耶稣，那自战自亲的苦楚，为了要成就极大的荣耀。主耶稣，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你的荣耀就在我们的生命，你的同在，你的国就降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当我们一起高举神，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就看见神的复活大能要彰显在我们当中。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名祷告。Amen。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时，咱献开圣诗第33首，耶和华来唱新歌，请起立吟全首。这是咱用许多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养玛利亚出世，伫温柔比拉多人来受苦，定是第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在死人中过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
咱来读启应文第4诗篇第16章，我来刻，恁来用。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靠你，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论到地上成的百姓，因是特别好，是我所深深欢喜的。用别的神替换耶和华的，因的忧苦要拿回天，以献奠血的祭，我无要献。我的嘴唇也无要提起伊的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业，我所应得的，你甲我保守。所量予我的地，实在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你是我的心肠，也指点我。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你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错。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我的热心也能扬起。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也无互我生的拄着朽烂。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这是咱献开圣诗第171首，圣徒自辑祝圣殿，请坐咧吟全首。天上
这是咱阿头来祈祷。亲爱爸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来认捌你，认捌你是阮一生同挂的祝福。主啊，感谢你，想使阮伫阮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疼阮的妈妈来照顾阮、陪伴阮。我嘛感谢你，互阮伫成长过了，阮甲阮的丈夫起着阮的家庭，互阮成做一个母亲，互阮会晓来疼阮的细囝。主啊，总是阮无够野，阮无迄个聪明甲智慧，阮需要你赏赐阮，互阮有属天迄个信心的开展，互阮有迄个智慧甲聪明的灵来充满阮，互阮有迄个魔力甲能力的灵来充满阮，互阮有迄个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建立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家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都能快跑地跟随你。恳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回转，不看虚假，单单的仰望你。主啊，我们将我们未来的每一天、每一个小站、每一个人生的道路，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恳求阿爸天父，你亲自来带领着阮，互阮行你的道路，互阮每一天拢仰望你。阮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大家平安。我今天是要分享我信主的过程。其实要讲这个，就是要从我跟安陆的爱情故事说起。对，其实我自己原生家庭，就是我父母其实从国小就离婚了，所以当然我是跟妈妈一起，然后但是我跟爸爸还是都有很好的关系。然后妈妈也是都会一直跟我说。虽然他们是没有在一起了，但是爸爸永远是爸爸，就是他还是一样会疼我们。但是我觉得会影响我很大是，其实我从小就对婚姻一点盼望都没有，我就是觉得反正我就是把自己顾好就好。妈妈也是就跟我说，女生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就是你就是要把自己顾好。然后所以我就也是就是带着这样子的，就是对家庭对婚姻这个家庭真的是没有什么盼望的。那我会认识安陆是那时候我是10元毕业，代课也带了3年，就会发现我真的没有很喜欢一直在教小孩，所以想转战考公职。然后那时候妈妈的就是她一个主任考上校长，分发到就是牡丹国小，就双溪乡牡丹国小，就是安陆他后来的就是任职的学校。然后就说，说他那个校长现在就在那边，他就跟妈妈联络说，陈慧好像要考公职哦，那我们这边有个代理干事的缺，然后这边工作很轻松，又有钱，就是我有薪水，然后也还可以有时间念书。然后就问我说，就是那个学期带完课要不要就过去，就是当代理干事。我就说，好啊，那就过去。然后所以然后那时候刚刚安陆也是退伍，就是他也就是正式的到牡丹国小任职。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老师，我们都住宿舍，因为他是比较偏乡，所以是有宿舍。
然后就妈妈就心里想说，哇，我过去呢是可以下班之后好好念书，结果殊不知是下班之后我们就是大概4个老师，就是我们每天下班就是一起出去玩，就是对，他就那时候就安陆就开着车，然后再带我们3个女生，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到处玩啊，然后去9份吃芋圆，然后去哪里吃东西，就我们这样子就还这样过得还蛮愉快的，而且因为我大安陆2岁。然后那时候有个女老师，代课老师，她是跟安陆同年，所以一开始大家都是要凑合他们2个，然后所以那我就当然其实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思，只是觉得说，其实跟安陆是还蛮聊得来的，然后其实就是想说，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彼此的心意，然后觉得大家就觉得如果她那个女老师，就是她觉得那个不错，就是我也是觉得是祝福，所以但是相处久了，就真的也觉得。确实是对安陆是还蛮有好感，那不是很确定安陆对我的那个感觉，但是也是觉得是应该是很应该就还不错啦，我们都彼此觉得都是不错的人。然后我们真正认定彼此的时候是在那时候有个中韩棒球大赛，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在抢最后一张门票，然后我们就大家就是想说好，那时候在洲际棒球场举办。然后安陆就说，如果你有买到门票，那我就载你去。然后我说不行但是隔天我妈妈有，因为我妈妈娘家在台东，她说我有奉母之命，我要回台东扫墓，就那个时候就刚好是比赛的隔天，她就说好，那我们买到门票，我们一起去看球赛，我开夜车，我带你去台东扫墓，对。对，所以那时候，比方就有买到门票，我们就在台中看完了比赛，然后就再开南回去台东，真累爆了。对，然后然后那天也就是完成扫墓，因为隔天还是要上班，所以我们就开北上，我们就在北宜公路上，我还记得北宜公路上就是确认彼此的心意，那时候然后也算是就是正式就是交往，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交往5年，就是当然过程还是像一般的情侣，就是分分合合。但我觉得就是安陆他都是展现那种很坚定、很自信，而且很正向。其实我就是本身就比较悲观，都会先想从坏的先想好，先想好坏的，然后遇到好的再去还好，就是这个结果不错。但是我觉得他就不是。他说：“为什么就事情还没有发生，为什么你就是要把事情就先从坏的想？所以其实在这5年过程，他一次一次跟他讨论，一次一次跟他磨合。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不断在升级，就对自己心灵的那种升级。所以我想很多青年应该也很有感吧。跟那个安陆哥聊完之后，就觉得好像有那豁然开朗，或是说好，我可以再继续努力。”就是应该有些青年也很有感，说安陆很像人生的导师，所以我觉得也慢慢让我看到，婚姻的价值，说这个人应该是可以托付终身的，对。那在交往过程中，其实我也来过几次就主堂教会，然后也很喜欢这个我们主堂教会的整个氛围，然后也跟我公公婆婆还有大姑就相处，就是那时候说哇，原来就是安陆在这样子环境长大，来造就他是。这样子的人格，所以我也觉得，我也想进入到基督教这个主爱里。我也希望我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人。那所以在我们结婚之后，也受洗信了主。但我觉得其实主很奇妙，他其实不是说你来信我，我让你一切平顺。其实没有，我有感受到他一直不断的在修剪我。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在这段就是这个人生就是遇到了蛮多的关卡，对，我就一开始都会受到打击，但是我就说必须要换个思考模式，就是要想办法解决，然后等到过了这个关卡，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关卡其实都是让接下来的路走得更平顺。就像我那时候怀孕期不顺利，然后去做了试管，就怀上起性。在做高层次，因为其实那时候年纪也是算高龄，所以做高层次的时候，怎样照就是照不到起性的耳朵，
就是他就是一直是一个这样子，就这样。然后其实那时候已经照很久，然后医生就觉得也够，就是他说其实这样子应该是差不多，应该没问题啦。对，就是所以其实在高人室的时候，确实是起先耳朵是没有很明确说100%确定是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这样生出来之后，他说啊，怎么会这样？但是虽然当下会难过，但是我就觉得很庆幸说。还好我在孕期的时候没有发现，不然我知道之后，我大概后半期可能就会心想，我要留这个孩子吗？然后或者是我的心情应该都会一直很低落，对，就是很感谢说没有发现，是出生之后才知道。然后因为教会就是像那个阿斌本身也是有这样的症状，所以就是安路也一点都不担心。他说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然后他也都是长得很好。所以就是也慢慢的就是比较放心，然后我觉得，而且我婆婆其实一点都不在意，她完全都不会去，就是说怎么耳朵这样子，她就是看到启信的好，她说每天都说哇好可爱，然后就很聪明哦，你看她眼睛啊，她都是看她的好，对啊，所以我觉得也很开心，就主让我婆婆可以抱到第一个孙子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圣宇圣熙出生，超难带的。然后刚好又是还好有疫情，我们可以不用带出去玩，就是然后就还好，我就很有理由说在家里就好，不用出去。那因为他们真的，一坐上车就爆哭到目的地，然后呢就都什么都不要。但是也因为疫情呢，让我们因为圣宇圣熙其实他一开始2岁的时候都有上早疗。就是也因为疫情很好排早疗，以前都说哇你排了就要等了好几个月，我可以就是去登记之后1个礼拜可以上到3次课，对啊，因为大家不敢去，然后我们就去，对啊，所以就是然后后来圣熙就是也慢慢就跟上来，然后也真的是变了一个很棒的又可爱的女儿，然后有发现圣允确实是发展迟缓，对，那这样子。我觉得他，然后加上他其实有心脏病，所以圣云其实有重大伤病卡，又有身障卡。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有时候就会偷偷的流下眼泪，但是又想说好，我要怎样可以让这个孩子更加的进步？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请外佣我那时候已经在上班了，那在外佣期满之后，我们就没有资格再请。就说这怎么办？我要上班，还要带圣宇上课，可能家里也要顾，实在是没有，该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那时候就翻那个请假规则，就翻到有就是子女有重大伤病可以请3年的留职停薪，就说这就是主为我开了一条道路，就是我就是马上就是而且又是因为圣宇有这个状况，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来请了假。请假之后，在交接就是上班的最后一天，就隔天就是要放假了，就开始要留职停薪。在交接的时候，就发现身体就是左边那个就是胸部这边就是怎么会丢一下的，怪怪的感觉。然后在放假的第1周就马上去看乳房外科，然后医生就说有1颗，而且你腋下也有哦，然后马上做穿刺，就说你下周来看报告。那其实心里很不安，然后后来也知道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学姐，就是陈牧师，之前有这样就是治疗过，我就请教了陈牧师，就说这样的状况，是他说好我们没关系，一切等下1周的报告结果再来决定，然后在那个看报告的前一天，陈牧师就打电话跟我说，陈慧，你明天自己去吗？因为其实因为安路也真的很忙，说对啊，我就自己去看报告。我觉得牧师或许心里是想就是可能会觉得可能是不好的结果，然后他也不想要我一个人去面对这个状况，所以那天就是陈牧师陪我去看报告，然后医生就说是不好的，对，那你要接受治疗，啊就是你要化疗，要手术也要放疗，对，那我觉得既然遇到了，那就是好好的把它完成。我看医生要我怎么做，要我怎么，就是我们就照着医生的吩咐，我就是全心的信任他。
然后就是你也还蛮神奇的，我先做先做化疗，要8次，第3次的时候，癌细胞完全没有了，就是完全消失，说哦这个药对我很有用，但是就还是要完成这个疗程。然后到然后医生也觉得哦很不错哦。然后放疗之后，人家都有说放射线治疗就会让皮肤溃烂或是一些那种。然后那个也是陈牧师还有跟我说，就是在照放疗的时候，有一个马拉基书4章第2节，他说在照的时候你就要心里喊着，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日后我必像肥羊一样健康跳跃。就每一次放疗，我都是喊，就是心里一直在喊着这句话，就每一次就这样子。然后然后也是做好一些保养，就是该做的就把它做好。然后到最后整个结束，医生也是觉得说，为什么你看起来你的皮肤都没什么？这当然还是有一些就是一些那种伤口，但是他说不，就是他很惊讶说，怎么只有这样子？你的伤口怎么只有这样子？所以我说也是觉得就是一组有在后面这样支撑着我，然后也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遇到，一关一关的过，然后这个关卡就是你未来更平顺的道路。所以虽然你看盛允有这样的状况，但是我们就是因为他这样子顺利的申请到居服人员，就是可以现在都有，就是家里有帮忙，因为盛允的那个身障卡，可以让我更有个喘息的时间，然后也减轻我的负担。然后治疗完之后，我去年就是我们就考上了那个电梯的丙级证照，然后也开启了我大提琴之路。所以我觉得就生病之后也是很多无限可能。所以这最后我就是还是要想，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有就是坚定的信念，我们就是把自己的心全然交给上帝。我觉得主的恩典就够我们用。对啊，谢谢，这是我的分享。大家平安。我今天就是很感谢我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就是见证。我要分享就是说，就是在我人生很害怕无助的时候，我是怎么经历上帝就是一步一步他陪伴我带领我。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然后因为我们家里的长辈信仰跟我们都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在我生产之前啊，我婆婆她有去神坛求平安，她就是希望我可以顺利的生产。可是因为后来对方有给了一个指示，他就说，我的这个孩子出生后的2个时辰内，我都不能跟我的孩子见面，不然我的身体就是会大小病不断。就听起来有点，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害怕。然后我就是当下我的冲击也很大，我心里也很矛盾，我都觉得我已经很害怕要生产了，然后又听到这些话，然后又觉得他讲的话也很没有道理。可是我后来心里的声音就是跟我说，我是相信上帝的。虽然我的心里还是有被这些话影响，然后可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就是真的非常辛苦，因为小孩子就真的比较大，然后我又是高龄产妇，所以我整整经历了2天2夜的待产，然后那一段的时间我没有办法睡觉，我也没有办法进食，然后我就一直担心说我会不会最后我要吃全餐。然后在我待产的过程当中啊，我就一直不断的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求求你让这个孩子平安出生就好。然后后来医生就跟我说，如果到今天的下午1点前啊，你的小朋友如果都没有出来，你就必须要开刀，不然你跟小孩子都会有危险。然后当下我就真的很害怕啊，我也没有力气了，因为我已经在产台上已经努力很久，可是我就是生不出来。后来我就躺在产台上，我就看着我前面有一个时钟，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声音就很清楚的跟我说，赶快用力，他要来了。然后我就使尽我全身最后一刻的力气，我就用力呼吸，然后接着我就真的感受到有一股暖流，小朋友就出生了。可是因为当下就是家人的要求，然后我又被蒙住眼睛，所以我当下我有感受到小朋友在我身上的体温，可是我看不到他。然后我其实也生完我就没力气了，然后我就回到病房之后，我大概睡了2个小时吧，我睁开眼睛我才第一次看到他的样子。
然后后来就是在月子的期间啊，还有接下来就是在育儿的日子里面，就是我的身体还是开始都会有一些小病痛，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想到之前我听到的那些话，然后我心里就一直跟我自己说，我相信的不是那些，我相信的是上帝。然后之后我的腰又开始越来越痛，然后你心里就会开始又有一些胡思乱想的想法，然后后来我还是选择去做检查，然后检查完之后就是医生说是椎间盘突出，然后建议我就是开刀或者是要复健。那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先复健好了。然后这3年过去，就是我的情况其实也没有改善，然后甚至就是我也压迫到神经，然后我的左脚就是呈现就是麻痹的状态。然后那时候我又看着就是以柔还很小，然后我又很害怕，我就会一直问上帝说，为什么会这样？那上帝我还可以怎么做？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就是想要把他照顾好啊，我也努力把我自己身体顾好，可是我觉得好像都不是在我就是的期待之内。后来我又很害怕说开刀会不会有后遗症，可是如果我不开刀，可是医生跟我说你的神经可能就会坏死，所以我就一直在这个矛盾之间。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每天都会祷告这件事，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然后我心里就有很深的一句话，就是跟我说，你不要怕，会没事的。然后就很奇妙，就是后来我就也无意间听到，我先生的表哥他也是跟我一样，他有椎间盘的问题，然后他也是滑脱，然后后来他也去开刀，可是他的开刀是还蛮成功的经历，所以他就给了我蛮大的信心。后来我就去跟他聊开刀的这件事，然后他也跟我介绍他的主治医师，但因为那个医师是在成大，他的挂号非常的难挂，我怎么打电话都打不通。后来我有一天我就是每天就是一直祷告，后来有一天我就想说，就是有个声音跟我说，就是现在你可以打打看。我就想说，好啊，我就开车到学校的时候，我就把车停好，我就赶快电话拿起来开始打。我就很顺利，我就打通了电话，然后我也挂到了那个医生的那个挂号，而且那个小姐还跟我说，你是今天第一个挂到她的号，因为她只剩两个名额，你是第一个挂到。我就觉得好感谢，我终于挂到了。然后后来就是等了1个月，我就去看那个医生的门诊，然后那个医生也跟我说，你检查做完你的第4跟第5节的脊椎有滑脱，然后因为也压迫到神经，而且神经已经有慢慢在变细了，那我会建议你要开刀。然后因为医生又说他的手术时间就是已经排很满了，我就算要等，可能要等半年以后我才能够排得到，但也不一定。然后我就想说，那怎么办？我还可以等那么久吗？然后后来我就是那时候我也很担心我的工作，因为我是在幼儿园上班，然后我又很怕我请太久的假，我会影响到工作跟小朋友的学习，所以我就一直跟上帝讲这件事，说我要怎么做，我到底该怎么办。然后后来就很奇妙，就是我再一次回诊的时候，我就是又在跟医生讨论这件事，然后医生问我说我会想要在什么时间，因为他的时间可能没办法，我就说可是我很希望我可以在学期的结束之前，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接近过年嘛，所以又会有9天的过年的年假，然后后面又会有接着228，我说我觉得这样的时间我可以有比较多天的时间休息，我也不用请太多的假，我不知道医生这边有没有办法。然后他就翻了一下他的行事历，然后就跟我说，这么刚好我年前的最后一天我有一个空档，因为刚好有取消，那个空档我就可以帮你开刀，那你要不要开刀？所以我当下我就是决定说好，那我要开刀，那医生你就帮我排那个时间。然后我当下就觉得说，哇，怎么可以，上帝怎么可以这么的奇妙又很贴心，就是他知道我担心的点，但是他又有就是帮助我，然后按照我想要的时间，就是帮我跟医生就是做好这个安排。然后后来我在做整个手术的时候，其实都还蛮顺利的，然后我手术后的就是恢复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很深刻的感受到说，这一路上就是上帝其实都有在我的身边看顾我，陪着我。然后就是现在我自己也是会慢慢开始就是改变生活习惯，然后就是努力的去控制饮食运动，然后让我自己的身体就是慢慢恢复健康，因为我想要陪伴小孩就是快乐的长大。然后我甚至就会觉得说，我经过这些改变，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体就是会比以前
感受到就是比较轻松，而且比较有活力一点。然后因为以前我曾经就是对那些话都会感到害怕，可是我现在回头去看，我就是会更确定的一件事，就是觉得真正掌管我们的生命啊，不是那些恐惧，然后也不是那些人的话，而是上帝。然后呢，我觉得上帝他不一定是让我们的人生就是没有困难，但是他一定会陪我们一起走过这些困难。然后我今天的分享，我想要用一句经文来做结尾，就是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然后也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谢谢大家。学乐咱请妇女团客。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16篇11节。
你要将活命的道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阿门。接续，咱看《腓立比书》第4章11节至13节。我讲安尼，毋是为着用无够的缘故，因为我已经学习，无论啥物境遇，毋知足。我知影，踮伫逼真，也知影踮伫富足，或是枵，或是饱，或是枵，或是富足，或是欠缺。凡事我拢老练，想事我开力的，我事事拢会。讲道题目《快乐的秘诀》，咱请郑牧师。在座所有姊妹，母亲节快乐！牧师讲这个题目有2个意思。第一，盼望咱在座的姊妹拢真做一个有智慧，你的囡仔会属灵的妈妈。因为一个老母对囡仔的影响，牧师毋免解说，极大极深。一个有智慧的妈妈会当带囡仔行一生的路。一个妈妈的怀抱会当互拉目屎的囡仔心安静落来。妈妈的手有一个规律，就是亲像上帝咧捏土红仔，会当甲阿东捏出来。妈妈的手嘛是安尼。快乐的秘诀其实需要学习。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感谢上帝，互咱的教会每一个姐妹都是非常的重要，有你们真好。你嘛爱肯定讲，恁伫教会内底是有影响力的。恁伫这教会要有真大的影响甲贡献。牧师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因为每一拜的拜一，真侪人拢讲拜一是牧师的休困的日，莫去甲牧师搅扰。但是拜一对我来讲，拢是一个新的礼拜开始。每一个拜一拢是我祈祷，咧问上帝讲，过来下一个礼拜天，应该伫教会内底，大家找什么种的经文，互相的鼓励。所以拜一对我来讲是一个安静，佮重新出发就要紧的日。我感谢上帝伫即礼拜，互我伫无意中，伫我的口袋名单牧师拢有一个口袋名单，就是我有一个清单，就是讲我今年中间的上半年度、下半年度，我有什么种的素材，较适合伫某一个时间，会通真紧，袂安尼忙乱了自己的心即礼拜上帝，我看见一个人的故事，我想要讲这个人的故事，甲咱做伙分享这个人的名叫做Arthur Brooks， 这个是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个人的一生真精彩我讲这个故事嘛，要甲咱的青年讲，成功毋是一个阶段性换一句话讲，你细汉的时候读册，无一定将来就成功你成功嘛，无一定敢若伫你的学校的时代。人的成功有真多定义。我感谢我的上帝，我的妈妈、爸爸，伫我成长的过程顶悬，虽然拢爱我甲册读好，但是伊从来无甲读册排伫我的一生中间第一重要。伊允准我用信仰做第一考量，伊允准我用较侪时间伫教会。伊无用我的成绩，我一生成功失败的定义。今仔牧师要甲咱分享讲，追求成功，毋是敢若基督徒咧追求成功。恁若有注意到教育界，其实伫美国有哈佛、耶鲁几啊间足出名、全世界出名学校，因拢真长期咧问一个问题：人要安怎才会当成功？今仔日我要讲即个哈佛即个学校的故事，就是因已经差不多要将近90年，咧问讲什么种的人是将来会成功。所以对将近要100年前，哈佛即个研究机构，伊就开始分2种人，一种就是阮哈佛来入来读册，全美国上优秀，会当入去哈佛的将来拢是美国的金字塔型顶悬的1%以内，呼风唤雨，
行去到什么所在，伊若讲伊哈佛毕业证书名片就摕出来，大概伫教界、伫咪教界、伫经济、伫社会、伫政界，拢非常有受人安尼演技力量。哈佛伫差不多90年前，因开始咧讲心中人的成功，伊用一组人，就是对哈佛毕业的入来，甲毕业，到伊将来一生研究要几百年，什么种的人会成功？因为因的理由，这毋是牧师伫今仔日所要讲的。伫迄个中间有一个团队，即个就是今仔日足有气质的人。我刚看到这个相片，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气质有够赞，毋是因为剃光头，后来我咧读伊故事。这个人毋是出世伫基督教的家庭，因为伊的爸爸妈妈信仰并毋是当做因的家庭的最要紧的核心。但这个囡仔伫15、16岁，背包客的时代，有一种的特别特质，伊就爱音乐，所以就伫背包客的时间，伊就去墨西哥，有一届都去墨西哥旅游。伫迄个天主教的祭期，伫个宗教的庆典的中间，伊16岁。心中互上帝蒙着，所以对16岁，伊就决志洗礼，一世人做真认真的天主教徒。16岁信主洗礼了后，伊对音乐做爱，所以甚至为着音乐放弃大学，伊要读到毕业，伊就休学，伊去玩弄伊的音乐乐器，所以就伫欧洲直直走，后来伫西班牙做国家的交响乐团的。足出名，即个顶尖的法国号的吹手。但是当伊到20通岁了后，伊发现讲，伊已经行到音乐极端，就是讲伊的音乐大概伊评估讲，我的人生就是到安尼尔，即个音乐界我大概会当做嘛，到安尼尔。所以开始咧想讲，安尼我下一个阶段要做什么？所以20几岁中间，伊就开始思考讲，伊是毋是需要换跑道？后来，这个人选择一个跑道，就是开始研究社会科学跟经济学。伊足紧的第时间就完成伊中高阶的博士的学位。后来嘛，伫哈佛、伫美国的这个学术界，真有影响咱的一个人。今仔牧师要甲咱讲，甲恁分享的就是讲，因为我伫这礼拜看咧准备这个讲道的这个祈祷的过程中间，忽然有2个短语音走出来。就是这个阿瑟布鲁克斯，这个布鲁克斯这个人，亚瑟布鲁克斯这个人，有一个短语音讲：你每天做4件事情，你就会很快乐。你有想要知迄4项代志是啥物货吗？那是大师讲的，我们当然要认真听了，而且短语音都好记。4项代志，然后伊个讲，你的品格中间若有经历过3个真要紧的方程式，你就会很快乐。你有想要知影无？毋免听这大师讲，听牧师讲。我感觉讲，有真侪人都爱听迄个世界级的教授演讲，你才感觉讲，伊讲的会通信啊。有真侪基督徒读圣经，伊拢无感觉讲，圣经原来比大师更较早讲，而且讲较又带有感情。所以愿天要上帝帮助咱。哈佛伊是一个学术机构，伊有真侪政治啦、经济啦，像这个布鲁克斯这个人，伊的专长研究就是经济学。经济会人好验吗？经济人好快乐吗？伊问真侪这个社会学家、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伊找到一个4个，牧师要真简单甲恁讲过，有要解说，因为这个物件你一听就懂。牧师要用较济圣经，今仔日的圣经是牧师送予所有姊妹、所有妈妈。上帝要将外面的道路指示我，伊要互我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快乐。上帝将这句话互咱，牧师将这句话为恁带导。第一，愿你成做一个影响你的囡仔的妈妈，影响咱，会当甲你的囡仔指一条路，哇，好了不起！一个妈妈来当影响一个囡仔，伫细汉就找到一生的一条道路。你不但用你的子宫怀孕他，你用你的生命引导他。第二，满足的喜乐是啥？你爱担着滋味，你才知这甘啊甜，这是苦啊涩，对不？人生需要品尝过那个生命的滋味。一个若品尝过人生的滋味，妈妈，你就会当教你的囡仔讲，什么是真正会当互你人生幸福？这个布鲁克斯这个人，伊讲的就是安尼，所以讲咱伫今仔日伊所讲，伊讲着3项，伊讲信仰
这个幸福毋是抽象的，毋是听演讲啊，你爱去担着啦。伊讲你爱 enjoy， 就是讲你的人生爱去担着这个稳定的滋味，你感觉哦，人哇咧，足有意思的。牧师嘛常常甲咱讲，咱来享受礼拜，咱来享受祈祷会，咱来享受查经。咱甲咱日常生活的学习过程，当作是一种的享受。我甲恁坦白讲，我对细汉到大汉进入到大学之前，我拢感觉读册实在是愈读愈册。哦，因为爸母勉强我去补习啊，家教带来到厝里，你也袂当逃走啦。哦，我到高中还阁是家教陪我大汉的，我从细汉来当读60分，我都袂去拼61分。我感觉讲读册是要甲阮爸爸妈妈有一个交代尔。但是后来我进入到大学了，我才发现讲，原来读册是遮尔有价值。所以我要离开大学之前，我甲上帝讨一个运2项，我甲讨一项，我甲上帝讨讲，互我一个职业，我当一世人读册。你毋是细汉是愈读愈册吗？谁你到大学怎半暝食西瓜反正，佮开始想要读册。我甲上帝讨讲，互我一个职业，我当一世人读册。因为我发现有真侪迄个享受的过程，你读册你感觉足辛苦，但是你若读到册内底某一个观念、某一种的真深的意境，你会忽然感觉讲开窍。这个少年囡仔，这个布鲁克斯，伊16岁爱音乐、小音乐、声音乐，甚至放弃大学的毕业证书，伊就头壳累一世人。行到欧洲所有的歌剧院，一直换遐个歌剧团。后来伊找到一个交响乐团伫西班牙，伊安静伫遐享受伊享受啦。人生若无享受就无幸福。圣经讲，咱若担着主稳定的滋味，你会记得这个圣经在的经文吗？你若担着主稳定的滋味，你就知这是好的无比的生命。愿天顶的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享受恁的人生，咱来到这个世间，上帝要爱咱享受伫伊手中主恩的滋味，开嘴甲主讨，担着主的稳定滋味，为在座的妈妈祈祷。你细汉囡仔细汉，即摆较无人看到妈妈讲宝宝咧，互囡仔食啦。较早无迄种即个大年鸡有无？苹果泥啥物，咱较早无迄种物件，所以常常囡仔还袂开始学步的进前。妈妈拢会安那，宝宝较幼，然后着囡仔食，哎哟，太可贵啊！那囡仔是咱大人大汉兄弟姊妹，咱担着人生的滋味了后，你就甲伊的囡仔讲，囝，伫一生中间成功有真侪秘诀，但是有一项秘诀，就是独我去摇花。今仔日的金句讲，我摇鼓因为摇花来欢喜。我一生要因为耶和华而满足喜乐，也这放伫你的心内，讲互你的囡仔听。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听咱的祈祷，互在座妈妈有影响力。你有影响力，会当带你的囡仔行对的道路。当你的囡仔伫这个充满真侪引诱的时代，伊的同侪、伊的朋友、社会媒体、短语音，囡仔都爱感觉讲，今仔日若囡仔袂晓跳舞，都毋是囡仔。阮这代毋是，阮这代跳舞对阮来讲，就毋是基本功所以基本上，若要叫我有节奏感，讲叫我爬起来跳我两只骹哪像迄个连条咧，都举袂起来。每一个时代无共款，但是愿天父上帝，咱在座妈妈拢真做一个会当甲囡仔带人生道路、指明生命道路的妈妈。第二，尝过主恩的滋味。今日今仔日。陈慧、佩琪，因的见证，这不简单，因为那个过程有恐惧，那个过程有眼泪，那个过程有不确定。但是一个妈妈呢，因为上帝在人生中间对上帝有死心塌地的信心，你的囡仔就有死心塌地的信心。因为囡仔是伫咱的身躯比大汉。原这段的圣经不是牧师讲道用的，原这段圣经真侪恁祈祷用的。恁厝对双手甲讨，主赏赐我能力，会当带我的囡仔带一生的道路，到伊年老嘛无外带。主求你帮助我会当带我的囡仔会当担着人生的滋味。什么叫做人生上的福气？这个
布鲁克斯写一个工程师，方程式，我等下甲你讲，恁一看，恁就了解。第二项，伊讲一生天天如果做这四件事情，你就会很快乐。第一个叫做灵修，灵修可以让你的生活有力量，灵修可以让你的生活有智慧，灵修可以让你的生活节奏感稳定成熟。伊讲我凡事老练，我要知影要怎样伫送香的中间来过送香的生活，我要怎样伫上帝的面前凡事老练。兄弟姊妹，甲上帝讨。愿天父上帝帮助。布鲁克斯不是一个牧师，伊不是一个神学家，伊的妈妈爸爸嘛不是伊细汉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后来伊才发现讲，宗教信仰无一定是基督教尔。这个人甲达赖喇嘛足好，因为拢偏偏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学者真爱甲达赖喇嘛谈论生命之道。这个人，伊虽然没有离开天主教，但是伊虚心的跟真侪人请益。伊发现讲，灵修、生命的哲学甲信仰是同款的。你若要讲做一个有生命哲学的人，就是讲你对你的生活有主张，你爱有人帮助你，你要有老师带你，但是咱有一个福气，就是有上帝，伊的圣神。随时咧甲咱讲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四项代志：第一，灵修；第二，家庭。家庭若幸福，囡仔就将来大汉乐观。家庭若无幸福，即摆的时代愈来愈侪少年囡仔无爱结婚，甚至愈来愈侪少年囡仔因无爱生囡仔。啊，这礼拜听到一个话，阿人问伊讲，甲伊个囡仔问讲：啊，你想要较早生囡仔？伊讲：你要害我咒诅我的孩子吗？这个囡仔活伫这个时代遮尔辛苦，哎呀，什么时阵囡仔出世，囡仔成长真多，父母已经决定伊是悲剧咧，毋是？咱有能力通过上帝祝福咱的囡仔，咱有能力通过上帝因助帮助咱的囡仔享受因的人生。一安怎教都不会开窍，啊，读册愈读愈册的囡仔，然后一日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知影讲，原来读册的目的是什么？伊会甲上帝讨讲，前半段是辛苦，但是后半段是享受。伊知影伊终极目标是要去什么所在？家庭、友情、甲有意义的工作。这个老师伊讲到一项，找到一项工作，啊，你会当富裕。第二讲，因为你的工作，你感觉你有价值，因为你的感觉你的工作是别人的祝福，因为你的感觉你的工作是一个创造价值。你的工作无搁再是安那辛苦，兄弟姊妹，牧师就讲到这，你就当伫圣经内底有真侪道理。伊讲满足的喜乐，伊讲幸福是一个方程式，分子跟分母，分母就是你想要拥有的是什么，分子伫顶管地的部分，就是你即满有的是啥。你现在拥有越多，你就越幸福。意思是讲，你的银行的存折若愈侪钱，你就感觉你愈幸福。啊，你若愈侪间厝，上好是豪宅。啊，你若是上好是你要开好的豪车，一个车库，50-60只，无伤含啊！啊，人两支脚，你要来开50-60只车。伊的意思是讲，你拥有的处于你想要拥有。该简单来讲，你心中若没有贫穷，你就永远快乐。咱的心内若无感觉我有需要啥，你就袂为着趁钱安尼啊，那就无我心内一直无。所以满足的喜乐有真侪的条件伫这个中间。啊，虽然这个人足巧，伊嘛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也当讲出这样简单的道理。但是我讲，啊，早上就讲过啊，敢毋是？大比伫3000年前就讲。你要有满足的喜乐，伫上帝手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气。也这阿们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智慧的学者会当倡议，今仔这个时代真侪，毋是干那老师，毋是啥人啊 ，AI 嘛会当甲你倡议呢。你问 AI 嘛足侪道理会讲互你听。天父上帝帮助咱，圣经早就已经讲遮的，伊咧讲起3个道理。你必须要经历过。第二个，你必须要什么？你必须要有满足过，被满足的生命。第三个，
你的生命必要经历到你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如何得到幸福。这是牧师第一个提出来的问题。这你快乐吗？你对你的人生，你感觉无怨无悔的吗？愿上帝加天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互咱伫这个人生中间，听谁的？听老师的吗？听牧师的吗？听上帝的。不是听老师，也不只是袂使讲不是听老师。你若无听老师，你的永远袂出脱的。还是要听老师的。听老师听牧师，但是最重要是听上帝圣经的话。人要如何幸福？所有针对答案，你若听到一个好的演讲，你感觉似曾相识。为什么讲似曾相识？我也感觉伫圣经内底也同样讲过类似的话语，这叫做似曾相识。咱唔免读哈佛，咱免读耶鲁，但是咱若有安静的心，有渴慕的心，一打开圣经。上帝会通过圣经跟圣灵对咱讲话。我很喜欢陈慧伫今仔日伊分享迄句话，伫伊咧做化疗的过程中，就在圣经陪他在恐惧的时候，成为他祷告的一个依据跟力量。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听什么人的牧师要甲咱讲，听上帝的。我做读新学生到今仔日做牧师，我总是感觉。有时咱真困难做决定，咱要听什么人的？我做新学生3年，伫跨世界教会，遐长老、遐家长拢甲我讲，装啥？唔单敢若带阮囡仔佚佗啦。伊会准讲团契，就是甲带囡仔佚佗尔。伊无了解讲，一个囡仔读甲稀咧的，迄个囡仔就是我。以前我感觉讲，一个人若找到了目标，他做牛做马，伊就欢欢喜喜，甘愿向前行。但是一个青年人嘛，无找到伊生命的标杆，你阁勉强伊去补习班，你阁勉强伊坐伫领导的伊的书房，伊坐伫遐，伊的灵魂甲伊的心敢有伫遐？你敢有把握？是无？有真侪囡仔坐伫书桌前，其实伊咧想因同学即摆伫啥物所在咧练习街舞。一个囡仔坐伫书桌前，伊也咧想着伊的同学即摆毋知伫迄个 party 内底安怎？人需要有上帝圣神的帮助，听什么人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圣经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咱已经几啊礼拜牧师拢讲到即个圣经。一个人若敬畏上帝，伊就伫天地当中顿悟出来古今中外所有的智慧。中国有《道德经》，伫希腊的文学有一个叫做 logos， 所有的学科拢对这个 logos 开始。古今中外所有的人，拢是伫天地当中顿悟出来真正的科学、智慧，甲做人的态度。其实都真幸福，因为上帝将伊的话讲互咱听，写伫圣经。咱免去学校，伫你的厝内拍开了，你就会当开始学习成做有智慧的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至圣的上帝啊，将伊的真善美，将伊生命内底所有的迄种的尊贵荣耀。你若看一个人穿水衫，你会想着讲，哦，真仔衫较遮水，我哪会当要真仔来穿，毋知偌好咧？咱若看起真正好，真正水，咱会较无讲，咱的一生中间那么愿望，我也能够拥有。兄弟姊妹，我们可以，可以。咱的生命上拥有上帝所多互咱，不是咱配得，而是上帝拥有。今仔日圣经牧师要甲咱简单讲4句，恁会当放伫恁的心内，倒伊搁再读。今仔日的圣经3节，第一节就是今仔日的诗篇16篇。诗篇16篇讲，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要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主，互我一生感觉无怨无悔。够了，我感觉我遮尔含慢、遮尔平凡的人，我会当活到安尼，我感觉我很满足、很快乐。这样永远的福气、永远的快乐，长久的，不是3分钟、5分钟、1个礼拜、半年，不是
是从年轻到年老，对出世到离开世间，是一个可长可久的快乐。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大家牧师要邀请咱做3个祈祷，或者祈祷，或巴肚祈祷，或者祈祷。这是牧师跟您分享古老的灵修，叫做 Logismos 伊的祈祷。我的情绪要快乐，我的欲望要。妈妈的腹肚，妈妈的子宫，就是生命的神圣的礼拜堂啊！你的囡仔对这出世，你的欲望会传予你的囡仔。你若是一个对钱看了比什么更加重要，你的囡仔绝对看钱比什么更加重要，甚至比看钱比看你更加重要。歹势，牧师毋是甲恁咒诅讲，恁的囡仔以后敢若看钱就眼开，无要看四大人，毋是。咱的囡仔内面若有智慧，有正确的思想，拄则见证中间咱有讲到，我的过去，我的过程，曾经有负面的迄种的思考的方式。对囡仔就开始求上帝甲咱洗净，互咱开始用正向的思考模式。迄叫做盼望。我相信伫头前，上帝将愿望放伫我的人生中间。我即摆虽然拄着艰难，但是上帝甲我相甲伫。我甲咱讲四句话：第一，咱甲上帝讨，上帝加给我力量，引导我道路，让我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快乐。赐给我今天怎么讲？今天的圣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今仔日回避不输个甲迄个诗篇，拢是咧讲我靠。所以第一个牧师要甲咱讲的，今天的经文第1讲，所有圣经内底的上帝重用的人，因拢做正确的选择。兄弟姊妹，幸福是可以选择的。上帝灵若互咱有智慧，咱就知影讲我选择的是对的，买到了头奖，买到了一张，刮开就有幸福。主帮助咱，第一，圣徒的选择写伫今仔圣经，无论大卫写伫伊的诗篇，无论保罗写伫伊的腓立比书，无论哈巴谷先知写伫伊的哈巴谷书内底，伊讲：我腰骨因为腰我来欢喜，我少年的时阵是安尼，今仔日是安尼，将来我的一生将要无怨无悔。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互咱今仔日是一个欢庆。环境的意思就是讲，咱作为主基的时所听的圣经的话，每一个人拢得到祝福。求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咱做正确的选择。兄弟姊妹，愿上帝赏赐你，开你的眼睛，开你的耳朵，开你的心房，主甲咱三甲地底，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这句话意思就叫做有能力的人。我甲上帝同款，所以先知也好，这历代几千年来伫圣经内底这人物，因我靠上帝，因我靠上帝。咱甲上帝讲，上帝伊有的，我嘛要有；上帝你所祝福的，我嘛要得到祝福。过来，保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伊得到快乐的秘诀。今仔日无说题目。除了无甲咱写讲母亲节快乐以外，其实快乐的秘诀甲母亲节快乐是各同款。只愿所有在座的姊妹，伫你的人生中间，你们享有那种属灵的恩典跟智慧，快乐的秘诀。伊讲我知道，愿天父上帝互在座所有的姊妹，恁有少量的智慧会当讲互恁的囡仔听，恁有少量的智慧会当教恁的囡仔。如今我已经学会了老练的生命。一个成熟的妈妈，一个成熟的妈妈，会当帮助伊的囡仔，不会成做一个乱发脾气的孩子。因为父母的个性会影响囡仔，父母解决危机的方式，嘛是囡仔解决危机的榜样。恁有同意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甲上帝讲，在我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主，我无法度做一个十全十美爸爸妈妈，但是若有上帝你甲我三甲地底，我免烦恼我的囡仔，因为我的囡仔伫我的身上就看到那一个看不见的上帝，我的囡仔伫我的身上就相信，我爸爸妈妈的上帝也会帮助我，我的爸爸妈妈的上帝也会引导我。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底，因为要我来欢喜，兄弟姊妹，这就是今仔日的礼拜。愿咱的一生有这种的坚持，我跟我的家
一定要侍奉耶和华。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因为耶和华的帮助，恁的家庭改变，咱的人生改变。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从来不会太慢。人生的幸福永远还来得及。愿咱就今仔日的礼拜，第二，咱相信上帝能，我相信神能，在我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在这个所在讲，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我靠迄个加添我亏待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第二个祈祷就是将你的手伸出来，互上帝甲咱看。将你的手伸出来，互上帝来看咱的手。所以第二个，伫今仔日个经文，牧师要邀请咱，就是将你的生命的主权，咱会当有主张，但是上好是互上帝主张，真做咱的主张。因为上帝的道路，上帝的意念，关乎咱的意念。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吼。腓立比书的，咱今仔日只有读3节，11、12、13，第13节讲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都是我兄弟姊妹，你拢要背这段的圣经。真的吗？你的手已经有这个能力啊嘛？兄弟姊妹，信仰不是听的，信仰是提出来活的。我们要成为有能力的基督徒。然后上帝踮伫咱的内底，然后圣神踮伫咱的内底，然后上帝甲咱三合伫地，咱就真做有能力的人。上帝祝福咱的第二个祈祷，就是我可以，我可以。所以今仔日哈巴谷是以色列伫亡国之前的一个最要紧的哈巴谷是一个先知。伊伫一个国家将近要灭亡的时阵，伊讲到今仔日，我要过因为我耶和华会欢喜，我相信，无论我的国家社会安怎，上帝一定保守台湾。这你相信吗？你相信上帝会照顾咱台湾吗？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地，伫咱的人生。第三，咱甲上帝祷告，让我尝到主恩的滋味，让我尝到主恩的滋味。主，你让我真正经历着讲，伫我的人生的中间，无论是读圣经，无论是祈祷会，无论是做礼拜，牧师拢鼓励咱讲，咱既然要来做礼拜，咱就要享受做礼拜。享受做礼拜，不是讲听牧师讲道安尼那点。我一进到这个礼拜堂，我就觉得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我就进到这个礼拜堂，我就觉得的确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快乐。这礼拜有一个姊妹，伊对屏东来，伊讲伊伫云端上无意中这个 YouTube 给推荐讲，你可以到主堂教会的这个直播礼拜。我不是把咱教会抬得高高的，不是。我们做这个事工没有什么可夸口，直播礼拜无啥物通夸口，但是上帝要通过这个直播礼拜，互人得到帮助。这个姊妹专工对屏东来，伊讲牧师，我想要看我在云端上看到这个做礼拜的教会，爱加入这个礼拜堂，虽然无点电会，伊就在这个礼拜堂，伊感觉讲，牧师进到礼拜堂跟我在直播上感觉不一样。兄弟姊妹，这不是庄牧师的礼拜堂，这是咱上帝的礼拜堂。愿天父上帝咱尝到主恩的滋味，有满足的喜乐，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将这句话背起来，特别在座的姊妹，求天父上帝，互你真做一个已经有健康的生命道路。因为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你也要说，我也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在你的囡仔面前，你嘛爱甲伊讲，孩子，对爸爸妈妈就亲像对爸爸妈妈对上帝。上帝享受咱活命的道路，上帝享受咱满足的喜乐，上帝享受咱可长可久、永不隔绝的迄种上帝一听。这就是咱今仔日的祈祷，求天父上帝互咱。你若得去了，你会当换你的嘴。你即摆换你的嘴嘛，不要紧，也袂歹势。咱甲上帝祷告，互我尝到生命的幸福，互我尝到主恩的滋味。你嘛会当甲你的囡仔换。你对你嘛当家己已经发出，愿天父上帝，愿圣神祝福你，担着你人生中间最有价值的一个你的兴趣、你的信向，跟你将来人生的舞台。
甲你的囡仔换手，甲你的囡仔换。主啊，互这个囡仔担着伊人生的使命，无论是音乐，无论是文学，无论是艺术，无论是智慧的、哲学的思想。上帝创造人，每一个人无共款。愿上帝对你的囡仔讲话，吼！记得这个布鲁克斯伊讲，欲望越少越幸福，这叫做清心寡欲。你捌听过无？清心寡欲，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简单。一个真正清心寡欲的人是因的啦。上帝将伊的满足的喜乐放伫咱的内底，迄个满足的喜乐充满伫咱的人生中间，你会感觉讲，哎呀，我都无需要遐尼济啊！吼，上帝已经互我有够，够了，够了，够了！吼，求天父上帝用伊的恩典，恩上加恩，互咱觉得满足的喜乐。最后，求天父上帝互咱开窍，互咱开窍。咱伫主的面前，咱对生命得到秘诀、奥秘、能力。求天父上帝赏赐咱有属灵的智慧，这就是生命的奥秘。今仔日的题目，真侪祈祷的坚固。求天父上帝，互咱在座兄弟姊妹，咱的一生的坚持，上帝甲咱相合伫地。最后，牧师要邀请咱做伙，牧师邀请咱来做祈祷。第一，你看伫你的心，你甲上帝祷讲，给我一颗满足的心，充满我，充满我。主，你将各种幸福的感觉、被爱的感觉，主，我将我的心仰望你，让我伫这个人生的过程中间，满足更多，贫穷越少。主，我感谢你。主，求你祝福阮在座兄弟姊妹，让阮的心没有缺乏。第二，牧师要邀请你将你的双手放在你的小腹，你的腹肚。腹肚代表人的欲望，腹肚代表人的渴望。你将你的双手按在你的肚子，你不是甲上帝讲我腹肚枵，你甲上帝讲，上帝让我的肚子里面充满了尊贵的想法，充满了尊贵的满足的喜乐。主嘛，求你予我的腹肚，亲像妈妈的子宫，这个子宫，这个腹肚，这个欲望，要真多拥有我的囡仔的价值观。这个腹肚要真多拥有我的囡仔的价值观。最后，牧师要邀请恁将恁的手放伫恁的太阳穴。咱伫上帝面前，咱甲上帝祷讲，主，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主，求你赏赐我有成熟的智慧，有智慧，有聪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圣神进入阮的兄弟姊妹的生命中，赏赐智慧的灵。赏赐聪明的灵，赏赐策略的灵，赏赐能力的灵，赏赐知识的灵，赏赐敬畏耶和华的灵。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愿所有兄弟姊妹，恁伫今仔日的礼拜领受圣神，阿门。
回应上帝听，学了咱请主日学。
第276首，诗曲我欠用主，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即时备办心来奉献。
平安礼，咱请曾牧师。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听，为着咱的妈妈吟这首诗歌，也为着咱的家庭来吟这首诗歌，愿主会听真侪咱满足喜乐的根基。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愿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革命的国度，进入革命国度。哦，耶稣听你，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为着要搁伫阮身边，甲阮做伙生活，阮的妈妈来祈祷。阮要为着伊恳求天父上帝你，伫阮的妈妈因的年岁、因的家庭健康的部分，求天父上帝，互每一个高龄的妈妈拢有勇壮的身躯。主求你用你的听长长足足，放伫阮的心内，互阮有感恩的心，谈感谢父母的恩情。这是一世人的句。所以嘛，伫你的面前，为着失去妈妈的阮的兄弟姊妹的家庭来祈祷。虽然阮的父母检查，因为阮的年纪加添，因也已经离开阮，但是祝福阮的心内父母的疼甲恩情，永远无生疏，嘛永远无失落。主将父母的恩情甲迄份的疼，放伫阮的家庭，到代代无尽。主愿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帮赞，特别伫为着伊的囡仔祈祷的老母，求天父上帝你赏赐伊祈祷的权柄、祈祷的能力，甲上帝你施恩赐福，听因的祈祷。祝福每一个阮所听的姊妹，因真做一个祈祷的老母，因真做一个有上帝恩典的妈妈，不但用伊的年水来养育因的囡仔。搁较要紧，上帝你对天灵赏赐主你因所捧生命的杯，会当抵饮所做施舍囡仔到代代无尽。转伫你的面前，为着阮中间年长的兄弟姊妹来恳求你，主用你的听来充满因，互因伫因的高龄的年，即个岁月的中间，有上帝你无限的尊贵。主你互因享受上帝你疼惜以外，互因的家庭充满对父母的敬畏。至诚的天父上帝，阮今日真欢喜看到阮的囡仔伫教会唱出老母这条歌。主啊，阮恳求天父上帝，这个囡仔因真做一个伫听中间成长大汉的，会当才互父母得到安慰。至诚的天父上帝，阮嘛恳求主你照顾伫普天下所有的妈妈，拢因为因的辛苦。主你亲自互因感觉对心内的安慰，互因所付出的一切，会当成做上帝你所纪念迄个活命的水泉，会当唱出到永永远远。阮伫你面前吟这个诗歌的诗，求主你互阮的教会也做真侪听充满的教会，每一个对这个所在经过阮的厝边头尾，因嘛会通来到伫你的圣殿来领受主耶稣基督所赏赐长阔关深的听。主阮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咱中间有几位头一摆来咱头前的，咱来熟悉吼。头前的这个姊妹第一摆来吗？对吼。欢迎你来吼，非常欢迎你来吼。
阮给了爱餐，欢迎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餐。还有就是了加宽哈，甲疫情嘿，咱金黄愿意来跟咱做这礼拜哈。上帝祝福你们哈！头一摆来就是人客但是第二摆来的不是人客哈。在弟兄的家庭的内底，我们就是在天父的孩子一样了。咱今天有一个简单的爱餐，咱通留下来用爱餐妈妈，咱的礼物是喜乐的水饺今仔日咱要用喜乐的妈妈，这个喜乐的爱来纪念咱的妈妈咱。求天父上帝祝福咱这份礼物，不只是一个吃的东西，它是代表我们对喜乐阿嬷的爱的传承的一种心感恩的心好，咱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咱请生日的人。好，咱来请生日的人勉励咱来请生日的人。咱有。计划囡仔来祷告，好不好？为宝贝祷告。等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名你来恳求主你施恩赐福。阮相信上帝你是一切稳定的源头。阮将你的查某囝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互名你以所承受的生命的杯。是一个满足于喜乐的杯，会当带到伊的家庭，带到伊的囡仔，甚至带到伊所接触的所有的他身边的人。祝你互阮这礼拜生日所有这个生日的兄弟姊妹，阮伫你的面前，为着万载兄，为着守约兄，为着崇耀为着秀兰姊妹祈祷，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互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祝修属因。是一个满足喜乐的人生，是永远福乐的祝福。我在你面前来感谢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明年要办一个娃娃的赛跑有人在讲佩蓉甲不能走哈，甲计划因的宝贝感谢上帝第一次进到教会的圣殿，很高兴你们带着孩子回来主阮若每一摆看到你所修饰的红叶阮一生中间就充满感谢。主，这是一个愿望的记号，这嘛是一个活命的继续。主，阮伫你面前将这个宝贝交伫你的手中，祝福因的父母有充足的上帝你所有一切，让这个小孩子对伊出世到伊一生，拢伫上帝你稳定的手中。祝福因做好的父母，会当将上帝你的稳定生命的道路、满足的喜乐。永远的快乐来供应我这个囡仔，主愿用你的性命来将这个世界，在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你的天使，有你的圣灵的陪伴，主你要做叫这个囡仔灵魂体都健壮。我在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上帝祝福你们，很开心好，耶稣爱你们好，咱来请师父来报告咱请师父来报告。顶组聚会主日礼拜出席61人，现金2830块；主日学出席8人，现金640块。祈祷会是拜三下暗8点出席6人。本主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拜六9点，下早9点甲下暗7点半伫线上。本圣工好师，本周下礼拜
书会是郭依林执事，领诗是秦孝恪，书琴是陈美秀执事，书痕是张世聪执事甲刘宇生执事，爱参是雅丽姐。新安宫读经表，请大家按照这个顺序，每天会当读经。集体交通，本主日是妇女主日，恳求上帝祝福在座的所有姊妹有对天顶来的稳定甲祝福。母亲节快乐！第二是过外节了后，就接续是迄圣神降临节，伫5月24号，鼓励兄弟姊妹会当拍开心门，迎接圣神充满，呼求在座清洁的心，定心有正直的灵。杨那村即事纪念奖学金的申请资格，大学甲高中是70分，高职甲高中是75分，高小是90分，请会当较紧甲成绩单交互伊前，有5月15号截止，然后5月17号要颁发。请为着生日的人祈祷，求上帝赏赐祝福满满的人生。奉献报告，请家己安尼看，若有错误的部分，请向会计人员订正。大道4项，为新生欠安庄人聚，以及为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大道，为着教会青少年身心灵考验、升学考试大道，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大道，为着出国在外的青年刘玉明、林英轩、刘玉君、陈恩君大道。这是来吟上人的圣诗第510首。俄罗天地主宰，请起立吟全首，吟诗带请曾牧师祝祷。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列到避讳。